過去半年整體樓價顯著反彈。按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嘅樓價指數計算呢，整體樓價指數雖然已經連升6個月啦，不過整體樓價升幅仲仍然輕微嘅。樓價指數按年升幅只有約5%，不過實際上二手市場已接連錄得多宗短炒獲利個案，個別屋苑嘅實質升幅已高達1至2成。過去一直以用家為主嘅黃大仙區當中有單棟屋苑於短短4個月之間，單位售價顯著反彈近2成，投資者帳面獲利達64萬元啦。位處黃大仙蒲崗村道嘅單棟屋苑百利軒，物業距離黃大仙港鐵站僅約7分鐘嘅步行路程，加上鄰近雙鳳街街市，購物便利，食肆林立。物業就屬一梯兩伙嘅單棟樓宇，全棟僅有40伙兩房單位，屬用家市場，過去甚少放盤成交。最新成交屬屋苑低層 A 單位，單位實用面積為309平方尺，兩房一廳，屬望東南開揚景單位，新近獲買家以409萬元承接，實用面積尺價為13236元，單位原業主放盤僅12日，原叫價為420萬。最終輕微減價11萬元至409萬元成交，減幅僅約2.6%。其實業主於舊年9月先至以345萬元購入單位，持貨短短4個月度，短期轉售帳面獲利64萬元啦。由於購入單位嘅時候離印費低至100元，相信期間一買一賣獲利甚豐。期間單位售價勁升18.5%，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